哎，你人会性情好，狗袂吗？当然袂。对。用人看起了性情好。唔常医，唔让你搞，唔让你讲歪。不过，兽医里面的那个专业名词哦，有像我们人有什么忧郁症哈，狗有所谓的分离焦虑症，狗有那个分离焦虑症，鸟儿嘛有嘿，所以它分离焦虑症，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比较都会区的这个宠物啊，狗猫的它比较容易所谓的分离焦虑症，因为第一个，因为因为空间很小。对呀，狗是属于横向的一个动物，它需要很大的平面。猫呢，它是属于垂直性的，垂直性的，所以都会区比较适合用鸟儿。乡下呢，那狗比较适合在乡下，因为有比较大。可是都会区养狗好多很多，可是问题是不符合它的一个生活基本条件，因为它是横向的动物，所以都会区养猫是蛮方便的。可是你。都会区你一个小小的空间养狗，它没有办法，空间小英文里面叫 stress， 就是所谓的压迫、紧迫。对啊，因为紧迫在下面的时候，它第一个就是它整个的免疫系统会下降，然后还有接下来心情也会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虽然有好吃的，又好吃的，还有，但是就是缺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。那好了。接下来就是主人，上班，早上一去，早因为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就很无聊，因为没有互动，所以开始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。比论讲嘛，个异常行为，一直在那边转。哦，狗都不哈，那经历，咬个尾巴，追尾巴。哦，追尾巴。对。等一下，哎，你跳把法都狗追尾巴还都该搞呢。有的时候，但是在都会区的狗狗，这种转圈圈哦，那个都是属于异常行为。还有就是异常，还有有时候怕它狗乱大便、乱尿尿，应该关到那个笼子里面。狗在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动作这样，这个叫做异常行为，一个摇摆。在堵笼堵安用音也是些很异常行为。异常行为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压迫、紧迫。那好了，这样下来，主人长期不在家，空间狭小，然后虽然有好吃的东西，可是他的生活无味，所以开始会追尾巴，那甚至就是追一追就咬个尾巴，那叫自残。所以我们常常碰到那个狗一直摇尾巴，摇，那个尾巴越来越短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分离焦虑症的其中一种，还有就是所谓的主人长期不在家，他开始这个桌子开始啃桌子，抓桌子，两海地啃木头。所以我记到朋友也不好，动到朋友也不好，记到做可能是那种本狗咬，我都把头是因为家叫长条皮，其实某一天哦，可能是有。小狗可能是因为长牙齿，咬个桌角抬狗咬个木头桌子还有咬那个塑胶管，我们那个塑胶管，那个其实都是有所谓的异常行为，那个就是所谓的分离焦虑症。那在猫咪呢？猫咪因为猫咪又比较特别，因为猫是比较敏锐的动物，它的心灵的受创的会比狗也是会差不多啦。在猫咪有一个叫做心因性脱毛，心理因素造成的脱毛。你可能爱看咬轮毛满桌子都是毛。第一个过敏，第二个有可能就是我说的心因性脱毛症，因为主人长期不在家，所以造成的所谓那种脱毛症，这个就有可能。那所以你看，这个狗开始会自己乱吃乱咬东西的时候，它可能代表意义就是你已经忽视我了。它用一些因为狗鸟因为讲话，它所以用行为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无聊，我现在很寂寞。刚才有焦虑症，刚才有焦虑症，因为你常常不在家，所以我这边有碰到常常就是那狗 L， 刚刚讲到 L 嘛，胰脏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像这个娃娃，很多那个狗狗，你给它娃娃，可是忽然间你发现那个娃娃不见了，或者是开始分裂了，有可能大部分都可能吃到肚子里面去，因为什么？它用这些异常行为去告诉你，所以我们像我那边常常碰到就是，狗一直吐，L， 它来看，
然后我们去照 X 光，就里面曾经发现就是里面有手表，哦，有戒指。哈，底下係講憂鬱症，憂鬱症就係血肉嘛，吼，血肉，該我攏講從我摸下我介外孫唔記得幾係講血肉，東南氣肉嘅，佢基本唔是講人做得自家事嘛，幾會講開晒，幾好去打針啊，血肉會講開晒。像這個前面這個就是專門餵藥的，給我鳥兒面馬走的啦，鳥兒吼，是來啊，來，這個吼。這個就是所謂的餵藥的一個工具。那通常餵藥後，方法很多。第一個所謂的徒手的餵藥，把它嘴巴張開，然後把藥丟進去。那另外一種呢，就是所謂的餵藥棒。這個叫餵藥棒。餵藥棒。餵藥棒有方法有很多。像這個，比如說這種顆粒的，這個直接裝進去，就這樣。好。對啊，就這樣。哦。對啊。那它有很多的膠囊啦，這些都是可以用這個餵藥棒去餵。那方法是這個是一個工具。可是給我鳥兒，你用這種強迫式的餵它，它一定會反抗。那怎麼辦？怎麼辦？鳥兒就這個。哎，你要一隻腿鏈。因為就有點像那個人的那個精神病院的一個那個束縛帶，有沒有那個緊身衣啊？哦，緊身衣把它。就整個框住了，因為鳥兒哈有兩種武器，一個牙齒，還有一個是爪子，那你為了要去餵藥方便，我們就是有發明這種所謂的，這個叫做貓咪的那個保定帶，就是有點像仿那個，就是這樣。那這樣子有個好處就是，它固定在那邊不動，你可以直接，嘴巴這樣用的，而且它不會反抗，因為為什麼？全身被你弄固定住了。那當然像狗狗、貓貓，都有不同的方法。狗狗其實也是可以用這個方法。都用這個袋子。對啊。哦，所以那這個袋，所以醫生講到重點嘅是係講，你哋喺東英啊，同步去看醫生嘅時候，轉頭冇下是講醫生。我要吃，我要餵肉個，結果是冇血肉，所以其實是做啲賣，你講緊身衣就係保定帶。這個都是一個輔助工具。輔助工具，然後狗老鳥那個中毒毒不毒，還是那像係剛才醫生講嘅，像係安養嘅東西，安養嘅東西，所以咧，你做得到肉變到倆蛋糕，膠囊啦，你係肉漿倆變到倆蛋糕，還攞幾個嘴。醫生懂等一下哦，是有做啲攞膠囊變到倆蛋糕，肉個來變到倆蛋糕，所以咧其實倆凍簡單，因為倆下頭有一隻東西，所以樣賴下去，按肉是不是就到幾個嘴肚之類？哦，還有它這個其實發明有一個就是，你有球哈，那油啊不應該咬，然後給過去，你有可能會被咬到。錯。好，它利用一個棒棒。有一個棒棒就是等於說他用手指頭代替手指頭，因為有時候你可能來不及抽回來就被咬到了，所以這個東西其實第一個餵藥方面，第二個防止受傷。